土耳其和西方国家的维吾尔人举行各种活动，以纪念1933年11月12日在喀什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1944年11月12日在伊宁成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成立周年，数千人参加了由东突厥斯坦组织国际联盟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纪念活动。在伊斯坦布尔塞法科伊区的一个体育场举行的仪式上，数千名维吾尔人以精力充沛的心情缅怀祖先，表达了反对中国压迫的决心。网络安全公司 Lookout 最新发布的一份网络安全报告说，在许多维吾尔语的应用程序中检测到中国的间谍软件，这些软件可以追踪生活在中国及其境外的维吾尔人的位置，并收集他们的个人数据。这些应用程序包括字典、宗教应用程序、地图，甚至还有在第三方网店软件的维吾尔语频道上分享的盗版软件。据观察，中国在零疫情政策下打着作为防疫措施的棍子实施的压迫性和任意性隔离措施，加上寒冷的天气条件，变得更加具有破坏性。随着乌鲁木齐开始降雪，在没有任何防寒设施的情况下，被集体关押在帐篷状区域的东突厥斯坦人民，一方面在寒冷的天气条件下挣扎着生存，另一方面又在挨饿。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柬埔寨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上呼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据报道，李克强在出席第25次东南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发表告别感言，他呼吁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南亚命运共同体。第9届突厥国家组织首脑峰会11日在乌兹别克斯坦塞梅尔汗举行。出席会议的成员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5国总统签署了对作为突厥与国家合作委员会组建基础的那些切湾协议的补充修订议定书。塞梅尔汗宣言中，领导人承诺根据关于建立合作的那些切湾协议的宗旨和原则，深化和扩大突厥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团结。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俄罗斯军队已完全撤出赫尔松市。克里米林官发言人迪米特里佩斯科夫坚称赫尔松仍是俄罗斯领土的一部分。